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的是恶有恶报，唔是无报，是时机未到。即摆到时间咯。22年前的命案各方晓出来。1998年12月，桃园的滨镇一个槟榔西施去互抬死，尸体各互烧掉。当时找无任何的线索，一直到今年，有一个秘密的证人出面来指证，检察官才阁重新来调查，把4个嫌犯来起诉。昨开庭的时阵，被害人的老爸嘛出庭，讲查囝在生的时阵惨死。过身阁死无葬身之地，伊这个做老爸是真唔甘愿，请法官一定要甲凶手判重刑，也若无对不起查囝。死者双手反绑，身体卷曲，颈部有明显的勒痕。22年前的少女画面，讲的是当年发生伫桃园滨镇的这件杀人分尸命案。警方有详细记录被害林姓少女的相关证物，同时我都掌握伊的身份甲破案的关键，捌透过媒体呼吁，希望讲知影的人会使出面提供线索。年龄大概在20岁左右，身高有大约160公分左右。想袂到22年后，有一个秘密证人雄雄出面指认，检方嘛重新调查，将涉嫌杀害林姓少女的4名嫌犯拢起诉。其中一个姓潘的查甫人，昨出庭的时无承认伊犯案，强调讲毋捌看过这个姓林的少女，敢若建议用分尸的方式处理。听到嫌犯安尼讲，被害少女的老爸有够艰苦。在生的时阵，都惨死，死个死无葬身之地。你看我做老爸的人。现在真唔甘愿，我请审判长一定要严判重刑。22年前的命案有可能破案，不过以旧法来看，已经过20年的追诉期啊。是讲毛检察官认为讲应该扣掉侦办的时间，追诉期会使阁延长。若会使接旧年的修法，杀人犯就无追诉期，检方同款会使起诉。被害少女的老爸希望讲会使还因查某囝一个公道。